头通到合欢山甲武岭的重要道路，也就是省道台14架线，伫指标18.6公里翠峰的路段，因为连续几啊天的大雨，路基挖空，大路顶出现一个大凹坑，这坑真大坑，会当吞掉一台游览车。公路总局早起紧急抢修。 省道台14架线出现一个坑，看到超过路面的一半，连细台车拢袂过。到这边了，到那边了哈。有可能是因为落几啊天的大雨，路基挂了了，伫站的18.6公里这个翠峰路段，路面放弃长有12公尺，宽3公尺，深有10公尺，足足会使挤一台游览车。公路总局透明将路甲封起来，赶紧抢修。去五里。那你知道前面不能通的吗？不晓得。我就要瑞穗啊，要去阮的道场啊。瑞穗哦。系啊。哦，安尼可爱细队别位去啊哦。 台14架线为南投通到合欢山、武岭甲花莲，目前为人资馆到翠峰交通管制，18公里翠峰到33公里合欢山的路段拢禁止通行。往北或是要往西部的话，那可能要借由台基峡线往宜兰的方向；那要往东部或是要往东南部的一个游客的部分，那可能就要由我们台8线往花莲的方向来行走。 工程单位虽然估计一天内会使抢通，不过嘛要评估山顶的天气状况，必须要等到路基修理好了后无安全的问题，才会开放通车。所以讲，乡亲若想要上山佚佗，出发进前上好先确认交通状况。